Hello，大家好。嗱，今日講翻一個本地教育嘅問題，因為呢個咧唔單止係眼前嘅問題，仲涉及到未來嘅一啲狀況嘅，包括香港如何管治啊等等咁樣。點解咧？就係因為最近有啲大學界嘅領頭羊啊，咁佢哋就不斷造勢啦，或者放出消息啦咁樣，唔止一個㗎，幾個咁啊講。香港嘅大學教育係咪可以不斷向非本地生開放呢？咁如果能夠增加到70%，即係嗰啲學額係吸納非本地生嘅，咁佢哋覺得就最好啦咁樣。嗱，大家聽到呢一啲嘅建議，首先大家你再回顧一下近呢幾年嚟嗰個非本地生學額嗰個擴大，真係可以用快速以至高速嚟形容嘅喎。因為原本咧20%，嗱咁你話20%好耐啦，咁跟住30%，跟住40%，跟住而家咧基本上已經係接近一半㗎啦。跟住仲話未來仲要去到70%，甚至上有個別嘅意見話多啲，過咗70%到80%都唔緊要咁樣嚇。嗱，包括香港大學校長張翔等等，佢哋都有呢種意見嘅。嗱，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不妨可以冷靜啲嚟睇。咁首先第一樣嘢，咁佢話咧係即係呢種意見啊。就係咁樣咧，就可以吸納海外嘅優秀學生嚟香港啦。咁樣嗱，呢一個詞咧，大家要搞清楚，佢講嘅係海外。咁究竟而家實踐嘅係唔係海外咧，定係境外咧？境外嘅意思就香港以外嘅，就包括內地啦。而家外來嘅學生絕大部分係內地學生嘛，好啦，甚至上你話海外嘅，其實就係由內地去咗外國讀書，然之後翻嚟又唔翻大陸而喺香港，呢一類嘅學生究竟算係海外學生定係內地學生咧？定係好似以前嚟香港即係呢個亦經營嘅好多，當時係叫做外來公司、外地公司，其實係中國喺海外跟住翻嚟嗰啲叫做中外企業啊嘛。嗱，呢一個嘅定義啊，已經係令人同而家嘅現實對比，喂，其實係內地嘅學生為大多數嘅喎。好啦，再進一步講，內地嘅學生我哋都唔拒絕嘅，咁有料冇所謂喎。你話香港亦都有責任培養全國嘅即係優秀嘅人才，都冇所謂。但係而家出現嘅情況咧，就係究竟培養完之後，佢哋嘅去向係點咧？個去向究竟係留喺香港做建設，繁榮香港嘅咁定係話作為港漂咧？所謂港漂就係嚟完啦，咁跟住可能有好多嘅好處，或者即係培養得到嘅貢獻啦。咁究竟有幾多係留翻香港？好啦，留翻香港，究竟係短期嘅，睇下第日情況點啦，揾唔揾到嘢做啦定係話佢哋已經係有一定嘅心留喺香港，係長期即係建設香港嘅咧？冇人能夠作任何嘅準確預測或者決定。即使你話培養完有啲公司就係培養完你之後咧，你要喺呢間公司裏邊咧係工作幾耐咁樣。即使係咁，其實都唔一定保證嘅喎。等於中國大陸佢用公費去支持一啲外派嘅留學生，
講到明，你完咗之後要翻嚟大陸裏邊咧，喺原來個機構裏邊咧係要工作幾耐幾耐。但係有好多出咗去睇見外邊世界咁好，而外邊嘅機構願意幫你呢個學生俾賠款。嗱，呢個合約裏邊你唔翻嚟，呢個賠幾多？海外嘅公司覺得，咦，咪幫你賠咯。其實唔一定係佢哋賠噶，係佢哋啲財政來源，唔知咩皇親國戚啊，個來源能夠俾錢佢哋賠翻俾大陸嘅機構，咁佢哋培養完就走噶咯。呢一啲唔係而家先出現嘅，好多新聞已經出現咗啦。嗱，咁所以香港嗰個嘅非本地學額個運用係點？呢個先至係值得注意嗎？跟住而家出現嘅證件造假嘅事，嗰個事例案例數目其實已經係越嚟越多噶啦嚇。呢一啲連香港國家大學都曾經係公開表示過頭痛啊，都唔知點 check 係嘛？咁後來咧，畢竟都有辦法嘅，你自己揸得緊啲咯。但係揸得緊之後嘅個案，咪比例咪增加咯？就係因為泛濫啊嘛，可以用即係難以完全禁制你去咁嘅角度。嗱，呢一啲先至令人感覺得到，你好多問題未解決之前而盲目，或者即係好明顯傾向將本地嘅大學學額啊逐步咧係轉移，或者係多去照顧非本地生啊。咁而家仲包裝到海外學生呢個名詞咧，就令人感覺得到咧係更加應該係從實質裏邊去諗問題啦，係嘛？好啦，咁跟住好多人就話，咁本地學生咧咁樣嚇，咁而家建制裏邊嘅解讀就係唔影響㗎，唔影響㗎，唔使擔心啊咁樣嚇。咁佢哋舉例，每年都保證到有15000位嘅本地學生係佢哋得到嘅資助嘅份額咧嚇，記住本科生嘅嚇，係唔會受影響嘅咁樣。喂，1.5萬俾出去嗰個嘅資助嚇，係資助嚟啫喎啊！咁其他嗰啲係自費嘅喎啊嗱，咁呢一點嚟講，佢哋話冇影響，你係孤立咗呢一個範疇裏邊，你話冇影響啊嘛？咁其他喂，你話喂香港而家你睇下最近呢個 DSE 公佈呢個 DSE 公佈嘅時候咧，喂好多人係有條件係升讀大學噶嘛啊！咁當然你話佢哋都可以繼續申請嘅咁樣嚇，咁但係呢幾年的確出現一啲情況，就係本地大學生或者大學學位對本地生嚟講嘅競爭係大咗嘅。你唔能夠一面講話我認為本地生資助嗰批冇影響，你就話整體本地升大學嘅學生冇影響，係兩個唔同個概念嚟㗎，唔可以偷換概念㗎。咁跟住亦係一個確實嘅情況，就係香港唔少能夠升讀大學嘅學生咧，佢哋係選擇去海外升學，咁一部分亦都選擇返國內升學，咁但係去海外升學嘅比例係大好多嘅。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咧？咁樣就係因為唔少嘅家長或年青人，佢哋睇到香港嘅大學未來嘅發展方向，其實已經係同以前嗰個方向係有唔同噶啦。雖然而家官方猛咁講，香港嘅大學仍然係國際化嘅，仍然好多嘅內容係同國際或者係本地嘅未來需要係掛鈎嘅。但係大學裏邊嘅教育嘅方向，以至對青年人嗰個政策，其實已經係慢慢出現咗好多
政治需求或者政治要求。嗱，呢一點咧係令到一部分香港嘅學生，佢覺得喺海外接受嗰個係而家國際主流嘅大學教育，而香港可以講學科上邊可以話係國際化，但係喺個教育方向、喺個教育管理，以至青年政策等等咧，其實已經係真係好多內地因素。嗱，呢一啲咧係作為大學生佢自己整體考慮嘅元素嚟嘅，而唔係純學科。好啦，內地嘅學生咁佢哋習慣咗內地嗰種由中學上去嗰種思維，嚟到香港佢係完全適應嘅喎。好啦，再進一步嚟睇，假如香港可以有能力上大學嘅學生，佢因為正話所講嗰種嘅局限個偏向或者發展啦咁樣，咁而佢哋係慢慢選擇海外嘅大學嘅，呢個係咪形成咗一個？香港有大學資源喎，不過你哋走啦，咁香港唔需要收縮啊？你揾內地嘅學生或者內地喺海外翻嚟嘅學生填滿佢咯，唔係話填滿，甚至係發展佢咯，係符合國家培養人才嗰個需要啊嘛。嗱，如果係咁，大家可以預計到未來香港嘅大學或者專上教育未來培養嘅對象係咩咧？嗱，我真係唔會話好機械劃分本地學生啊、大陸學，我完全唔係咁。但係你個方向咧，其實係令到啲即係有一部分係好真實㗎。內地嘅學生，佢如果有能力嘅，佢都係海外西方升學，甚至上如果而家 check 嗰個嘅證件真偽係 check 得緊啲嘅話，有一部分咧，佢都唔嚟香港啦。嗱，呢一點當然你而家冇辦法證明啊，佢哋嚟嗰啲質素係低嘅，或者就係比以前低。而大學嗰個層次咧，佢哋亦都公開講，嗱，我哋嘅入學嘅分數係提高咗㗎。啊，咁所以都有好多人嚟，即係證明其實內地嗰個中學嗰個教育水準都唔差嘅咁樣。嗱，各有各嘅解釋，而個資源數據係掌握佢哋手上。咁從呢點個角度嚟講咧，就可以講係各有話説啦。但係從正話所講嗰個嘅運作嘅模式嚟睇咧，大家就會覺得未來嗰個人才培養咗之後，究竟適應香港嗰個所用，而係咪將香港未來嘅發展個方向係會有所修正，然之後修正之後嘅教育方向係適應內地嚟香港嘅管治人才。嗱，呢一個咧去到一個更高嘅層次啦。咁究竟兩制嗰個嘅發展未來係由邊啲人嚟制定或執行咧？從呢度亦都引申到憲制裏邊有啲解讀就係話唔使擔心嘅。嗱，你睇哈佛大學，哈佛大學佢收嘅好多都非本地生喎，而且個比例都好高喎，咁樣嚇。咁從個表面現象嚟睇咧，你都可以講得過去，或者混得過去呢個講法，但係必須又要指出一個真相，就係哈佛大學佢自己本身創辦嘅時候係一間私立大學，後來佢有名啦，佢係由一個英國人好多年之前去嗰度，嗰個人就叫哈佛啦，咁就搞一間即係靠自己即係民間慢慢搞掂咗，就係政府嘅資金資助，亦都有入去。咁所以佢同香港嘅大學基本上都係公帑嘅喎。咁當然啦，每間大學都會揾私人嘅即係贊助或者啲捐獻，但係呢個部分一定唔會影響到或者即係高過政府公帑嘅使用啊嘛。
如果咁樣嚟同哈佛大學比較，然之後就話人哋都用收好多非本地生啊，係嘛？咁大家仲有冇留意過？佢真係收唔少大陸過去嘅學生嘅喎。咁跟住前兩年特朗普咪借呢樣嘢就話你既然係咁啊，我要控制你嗰個收生嗰個內容，所以咧就減少佢資助啦，甚至上用法律上面限制啦。後來咪出現咗美國嘅大學同政府打官司咯，係嘛？咁所以比較咧唔能夠單單比較一個基礎，而係必須要全面嚟比較。好啦，從呢度咧就令人記翻前幾年有一個傳聞，咁當然官方係唔會證實，咁但係業內或者即係跨界別嘅人士咧，已經係當時已經感覺到，已經提過出嚟有個新聞嘅。咁不過咧就係而家呢啲新聞就唔講噶啦，就係點咧？就係當時即係2014、2019之後咧，已經有一啲嘅講法就話，要放棄三代人啊！所謂放棄三代人，即係話嗰陣時讀緊大學嘅，你啲大學我咁關心社會嘅啲大學生嚇，有好多社會議題，喂影響咗你哋喺大學裏邊讀書喎，咁樣咁所以呢一代人咧，如果個偏向係同官方所要求嘅唔同，呢啲教唔聽噶啦，放棄佢啦。不過佢已經讀完大學啦。好啦，第二批就係讀緊大學嘅人。因為讀緊大學嘅已經思想某個程度上有一個取向。如果你話我第日走官嗰條路嘅咁你都可以揀呢條路㗎，冇所謂㗎，各自有各自嘅選擇，係嘛？咁所以如果係呢一類讀緊大學嘅人又唔聽話嗰啲嚟講啦，呢啲都放棄啦。好啦，第三類人係乜咧？就係讀緊高中嘅，係嗰陣時喎，係嘛？咁因為佢覺得初中嗰啲咧仲可以控制個諗法都未成型咁樣，或者影響啦咁樣嚇。咁所以高中嘅都要放棄啦。咁所以當時係全民放棄三代人，即係三類人。咁呢一個做法咧，按國內過去嘅傳統嘅慣例咧，又真係出現過㗎喎，係嘛？反右嘅時候嗱，你啲大右派仲係國民黨嗰種思想影響住嘅，咪放棄你咯，或者即係打倒你咯，係嘛？咁喂，呢類嘅思維後來喺啲少數民族地區，你啲少數民族嘅宗教主義咁強，唔緊要，我派大批人落去同化你。新疆咪係咁咯，係嘛？咁新疆嘅人口漢族同當地人口喺50年代咧，其實就已經慢慢咧去到1:1噶啦嚇。咁當然官方就我嚟幫你落後地方建設石河子均衡地方咪就係咁咯。但係呢種形成到一種文化嘅管治咧，咁呢一啲就效果就同你經濟嘅建設係好唔同噶啦。嗱，如果係咁咧，大家就會去講，究竟未來香港嘅年青人嗰個培養究竟向邊個方向咧？咁唔係純大學教育問題啦，係一個整體人才政策嘅問題。好啦，講到呢個人才政策，不妨就睇睇最近新加坡佢總理黃循財咁就發表咗新嘅講話，佢裏邊有一部分提到對下一代嘅培養。其中有一個就係佢哋都鼓勵即係生育嘅。咁佢哋嘅最新嘅政策咧，就係由你一出世，唔係單單俾錢，唔係單單英國奶粉錢等等，英國奶粉錢都俾到好大個㗎。咁佢哋就係由一出世到17歲不斷資助，一直到17歲咧，按而家嗰個嘅計劃咧，就係總共資助43萬港元。香港咧，香港係一出世2萬人啊嘛，咁跟住嚟講咧，你自己
就諗㗎咯喎，係嘛？咁跟住又有好多種方法咧，七除八扣。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如果你聽話或者你選擇嗰條路嘅，你一樣有好多咧係有著數嘅等等啊。咁呢個就係後話啦。咁黃循財咧咁佢自己就講到呢部分嘅時候咧，佢就講咗：我哋新加坡嘅兒童咧係值得大家培養，係一種開心呢個高嘅起跑線裏邊，係長期將佢哋嘅國民心理、國家觀念建設起嚟。嗱，佢哋呢一個新加坡都有外來學生嘅，但係你睇下嗰個政策咧，佢外來學生佢嗰個偏向，佢唔會係純政治考慮，或者即係多政治考慮。咁而對於佢哋自己本國嘅國民咧，嗰個培養咧係真係咩嘅喎？即係你話哇細地方細國家容易管理，咁其實呢一個無論大小，你嘅由心出發啊嘛，係嘛？咁所以我重申一次，我哋唔排除內地嘅學生，你真係嚟學嘢，或者你學完咗之後你又吸收埋香港原來嘅嗰種國際思維，咁呢啲嚟講咧，對整體中國都有好處㗎。但係如果按單一角度為官方嗰個嘅政策服務咧，似乎慢慢就會有好多後遺症出現啦，係嘛？嗱，所以今日同大家講呢個話題係即係涉及到方方面面，更加涉及到香港嘅未來。咁所以咧就唔好單一角度嚟睇問題啦，係嘛？好啦，嗱，今日先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先，咁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